對世界病態，每日變化怎去猜？情緒沒主擺，看盡戰鬥狀。俾一陣間我哋會檢查你嘅行李，睇下你足唔足夠3啲水，即係自己湊夠數啦，係嘛？佢有水機有得斟水嘅，如果你有樽你飲咗，你想 refill 翻嘅，你咪斟翻滿佢咯。咁啊，獨立包裝嗰啲就 OK 咯。嗱，糖嗰啲咧就會變成係咩咧？糖就係行進間你嘅小食，咁補充翻啲糖鹽分啊。佢啲鹽糖咧又係正嘢嚟嘅，你嗰啲糖嘅又係啦。但內裏卻已崩壞。又或者通常行完之後啦，大家可以怎麼拆解？只懂去追，擔心一不小心會。team leader 出嚟 ，O 唔 OK？得唔得？嗱，自己傾係啦，選個 team leader，即係有咩事我會問，人人齊 team leader 幫我安排㗎啦。幾多號啊？咁你咩啊？啱啱信啦。變了，身體變虛，不敢講出心聲，卻滿肚苦水，無力讓你崩潰多次就快死去，這刻允許，精準你對自己講一句，世界與你無關，不必將千噸重擔，全部背負直行，當然不簡單。世界與你無關，讓我為你分擔。其實你並不孤單，你並不孤單。面對世界善美，既定標準怎去比？終不會你記起內裏散發着美，但又有哪個會想起？信心早已飛，不可以退，骨牌般慶祝可會引爆地雷，怎麼進取？玻璃心得講一句也會粉碎，無力讓你崩潰多次就快死去，這刻允許，精準你對自己講一句，世界與你無關，拋開標籤。咩叫係限制道路嗰站？我哋跟住橙色即係 R 嗰個大 R 上面嗰條。都冇人睇住你。R 上面嗰條。過嚟先啦，過嚟。係。山嘅，跟住就會去到個門口嗰個位。一直直行啊。好。OK。邊個睇先？我哋兩個咯。我哋兩個咯。重拾快樂像蝴蝶喜歡花瓣，世界與你無關，願你學會選擇，能在自認裏出發，心中傷心都有樣好再出發，再面對崩塌，讓沒有壯健體魄，要怎對抗世界每天的荒誕？世界與你無關，不必爭千噸重。我哋要去邊度啊？陣間我哋喺呢度，我哋行去呢邊行去西行。等陣先。全部背負直行，當然不簡單。世界與你無關，讓我為你分擔。與你個人無關，手牽手一起壯膽。同在赤地浪遊也配覺短暫。世界與你無關，讓我為你分擔。
路、馬路、山路，咁你望下嗰個三角形點點個信號站之後嘅嗰條係虛線小徑喎。OK， good。邊度？邊度？嘅都可以睇地圖地話俾佢知，喂未到喎。咁但係你到咗係咪好明顯啊？啲 number 累積加上去㗎啦，清唔清楚？好啦，要求因為大家嘅體能有啲攰咗㗎啦，係咪？個別有啲攰，有啲就而家呢度我哋終點喺呢度，即係我哋行咗一半嘅路嘅啫。之前我4個鐘頭行咗一半嘅路，但係又會上山，但係而家咧冇上咁多山，但係都會高高低低。